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你講解嘅係港大副教授張其中嘅 case。1964年，張其中喺香港一個普通家庭出世。眾所周知啦，喺嗰個年代，向上流嘅機會唔多，而讀書係其中之一，所以張其中嘅家人對佢管教好嚴，希望佢讀書成才。而張其中亦都不負所託，中學嘅時候就已經就讀名校聖保羅書院。入咗名校之後，佢亦都冇自滿。當啲同學去打桌球、去舞會嘅時候，佢就唔會出席，亦都唔會追女仔，只係會努力讀書。而佢亦都不負家人嘅期望，成績優異。雖然成績優異，但佢唔高傲，反而好性格隨和，好中意熱心幫人。例如佢會借功課俾人抄，考試嘅時候又會向同學通水，因而好受同學嘅歡迎，人緣好好。包括嗰啲唔讀書嘅校霸，亦都會同佢攬頭攬頸。成績好又識做人，所以佢之後就有機會去到英國嘅伯明翰大學嗰度讀書。喺86年，佢仲喺嗰間學校嗰度拎到理學士嘅學位，跟住就去到威爾斯大學嗰度修讀博士。而去到1987年，佢就喺當地嗰度識咗同佢同齡，亦都喺英國讀書叫天娜嘅陳慧敏。兩個人好快墮入愛河，然後就喺88年結婚。1990年，佢哋仲生埋大女。喺組織咗家庭嘅同時，佢亦都畢業啦，開始追求佢嘅事業。先喺英國嘅一間著名嘅汽車零件公司嗰度做維修工程師2年，跟住喺92年，佢就返到香港，喺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嗰度擔任副教授。同年佢亦都生咗第2個仔，一家4口居於香港大學偉倫堂16樓嘅職員宿舍嗰度，單位就係160-1室。之後佢又擔任過港大偉倫堂宿舍嘅舍監、港大校務委員會嘅成員、大學工會嘅幹事，仲有港大學生會嘅榮譽師傅。就咁樣就過咗好多年，佢一直都係事業家庭雙得意。先講家庭嗰方面，佢同老婆成日都好似糖黐豆咁。例如平日佢中午嘅時候就會揸車接老婆去健身，佢自己就會去游水，跟住兩個人再一齊食晏。而喺週末嘅時候，佢哋就慣咗上晝會睇戲或者一齊去放狗。喺下晝嘅時候，佢老婆會約朋友去打羽毛球，咁張其中就會揸車接老婆去，仲會帶埋電腦喺運動場嗰度等老婆。而兩個人每年都會至少去一次旅行，有時去北海道，有時去巴黎等等嘅地方。而佢哋嘅小朋友亦都成長咗啦。畢業之後，個女同個仔就分別擔任老廉嘅調查主任同埋牙醫。而喺事業方面，佢憑住佢熱心教學、投入工作研究而備受尊重，亦都因為佢老婆投資有道，好早就買落5個單位同埋1個車位。去到2010年代後期，呢啲物業合共已經超過7000萬港紙。除咗以上事業同埋家庭方面之外，佢喺外面嘅人緣亦都好好。喺朋友、舊生、同事嘅口中啊，佢都係一個慷慨、樂於助人、友善、誠實、無私、隨和、仁慈、樸實嘅人。因為佢性格依舊，成日幫人。例如有朋友去到瑪麗醫院嗰度探病，佢就會借出車位俾對方泊車。有朋友嘅仔女入讀港大嘅時候，佢亦都會提供協助。基本上以事業、家庭、人緣、名譽嚟講啊，佢嘅人生都好完美㗎啦。然而之後情況就大變啦，可能係感情淡咗。佢老婆陳慧敏逐漸就因為張其中成日做嘢唔喺屋企而感到沉悶，想離婚。但張其中唔同意，最後不了了之。或者係老婆覺得自己係勉強留低嘅。喺2012年開始，張其中就同老婆有更多嘅拗撬。一方面，兩公婆會因為個女同埋個仔大個咗，畢業之後嘅工作方向有分歧。當時仔女都大啦，有自己嘅諗法同埋主見，張其中唔想介入過多，但老婆就想控制晒一切，有自己嘅觀點，更加會要求張其中同佢同一陣線去說服啲仔女。老公唔肯嘅話，佢就會大發脾氣，係咁鬧。另一方面，佢亦都會對老公有咁多兼職嘅工作有好多意見。佢想老公唔做咁多，但張其中堅持要做嗰啲舍監，所以陳慧敏成日都會鬧張其中。去到17年、18年，
唔知係更年期抑或其他原因啦。陳慧文越嚟越強勢，兩公婆嘅關係亦都越嚟越差，每2個星期至到1個月左右就會嘈一次。嘈交嘅主題依然有幾方面嘅，包括之前提到嘅管教子女嘅問題啦。陳慧文就覺得自己養育兒女好成功，呢點可以由佢嘅網上行為嗰度睇到。佢曾經喺2017年喺一啲保姆同埋陪月嘅網站入面刊登文章，形容自己係個育兒專家，有實戰成功嘅經驗，對幼兒超級有耐性，閱讀育兒書無數，跟多位育兒教育者交換心得。佢又話自己嘅學歷係大專或者以上，有10年嘅相關經驗。因為對自己非常有自信，所以佢經常想控制啲仔女。第2個嘈交嘅主題就係工作嘅分歧啦。佢繼續埋怨老公好多嘢做，覺得老公應該將正式嘅工作交俾啲下屬，唔需要樣樣嘢都親自負責。佢會咁樣鬧張其中：你都唔識做嘢嘅，你都廢嘅，點樣叫你癲升你級啊？當張其中話唔可以將啲嘢交俾下屬嘅時候，呢個方法唔可行嘅時候，陳慧文就會話：你仆街啦！嘈交嘅主題亦都包含一啲瑣碎事，例如2018年7月，佢哋兩公婆去英國旅行，咁張其中揸車嘅時候，陳慧文就不斷咁喺度指指點點，最後就激嬲咗張其中，令到佢揚言呢個係最後一次2個人一齊去旅行，唔會再有下次噶啦。又例如，當張其中嘅朋友攜眷去到偉倫堂住所嗰度燒嘢食嘅時候，陳慧文就唔想幫手啦，佢反而會出現係咁喺度串啲嘢係咁噶啦，招呼張其中朋友係咁噶啦，呢啲嘢係自己做嘅，唔通要我招呼你咩？搞到大家非常之冇癮，可能係覺得老公越嚟越唔順佢意，陳慧文就開始以張其中嘅人工應該有一半係歸佢所有為由話張其中咁多年加埋總共爭佢670萬，逼張其中寫低借據同埋支票，嗰張借據就會寫明佢爭陳慧文670萬，若果未可以喺2018年5月31號之前還清嘅話，就會增加到去770萬，而支票就有3張，分別係600萬、670萬同埋400萬。而以上喺仔女面前辱罵，喺朋友面前唔俾面，就令到張其中覺得好冇面、好侮辱。佢成日都會忍氣吞聲，即使嬲到手震都只不過係走開，唔會同老婆有肢體上面嘅衝突。而咁樣選擇一忍再忍底下，終於忍出事。頭先提到啦，佢哋兩公婆合共有5個物業。由於陳慧文想將其中一個物業出租，咁就喺2018年8月16號叫張其中將出租物業嘅廁所板同個仔嘅房嘅廁所板對調。同日夜晚，張其中就出咗去開會，而呢個時候個仔就發現廁所板俾人換咗，咁就同阿媽嘈起上嚟啦。對於個仔嘅不滿，陳慧文就唔在乎啦，更加講，如果唔中意嘅話，可以搬出去噶。聽到阿媽咁講，阿仔就即刻用膠紙將阿媽同埋家姐用嘅馬桶包住，再擠咗啲朱古力醬喺上面。去到10點左右，個女就返到嚟啦，然後就發現廁所好污糟。佢問咗細佬之後，就要求阿媽去清理啦，因而同阿媽爆發激烈嘅爭執。陳慧文認為唔關佢事，所以就入咗房閂埋門啦。而個女就嬲到用衫架去撞門，而喺房門打開之後，佢就將個膠條掟入去房入面，然後就入房拉阿媽去清理廁所。張其中呢個時候已經返到嚟啦，佢想介入，但大女就話唔關你事，而家鬧你老婆咋。張其中就冇再出聲，跟住個女就好激氣咁離開住所啦。當屋企搞到咁之後，去到嗰晚嘅深夜，張其中嘅姨仔喺度留宿緊。當佢經過客廳嘅時候，佢就唔覺意望向主人房啦。點知就望到奇怪嘅一幕，佢見到主人房嘅床上面，張其中成個人壓住陳慧文。佢以為2個人咁大年紀依然喺度親熱，咁就冇再望啦。冇耐之後，張其中就行出房閂燈啦。去到第2日17號嘅朝早，姨仔唔見家姐食早餐，而張其中就解釋啦，話
你家姐好似出咗街喎。咁姨仔就冇再深究啦。張其中之後就同姨仔同埋個女一齊食早餐，然後就車個仔返工啦。其後陳慧文冇再出現過喺屋企或者其他人面前，但之後幾日，張其中如常咁做嘢、見學生、去中學同學嘅聚會、游水、放狗等等，好似完全唔在乎佢老婆失蹤咁。只係喺19號用 WhatsApp send 過訊息俾老婆 ，Hello，how are you？但其他嘢依舊如常。去到20號啊，阿女依然見唔到阿媽，咁就喺夜晚嗰度叫埋阿爸去警署報警啦，話阿媽失咗蹤。而張其中就向警方表示，佢喺17號朝頭早9點已經唔見咗老婆啦，認為佢可能係發脾氣離家出走嘅啫。幾個鐘之後，即係21號嘅凌晨時分，警方就跟佢哋兩父女去到港大偉倫堂嘅宿舍單位嗰度搜查，但就未有發現。只係搜查期間，張其中好奇怪，唔俾警員入佢個仔同埋個女間房，宿舍嗰度揾唔到資料，咁警方就帶埋佢哋兩父女去地下管理處嗰度睇下閉路電視啦。由17號嘅凌晨12點開始睇到去嗰日朝頭早嘅9點，而喺睇完嗰9個鐘嘅 footage 之後啊，張其中就向警員話，片段入面一個黑髮孭住藍色背包揸住電話嘅喺15樓入 lift 嘅女子就疑似係佢老婆啦。佢話佢老婆應該係落咗層樓先搭 lift 嘅，話老婆嗰日已經出咗去啦。但係呢，警方之後再調查就發現嗰個根本就唔係佢老婆，而且佢老婆嘅電話仲喺住所入面。警方覺得揾唔到陳慧文離家出走嘅跡象，咁就開始懷疑啦。而去到22號朝頭早11點幾，再去到偉倫堂停車場調查嘅時候，警員就目睹張其中好辛苦咁、好吃力咁、滿頭大汗咁，將一個有車輪嘅木箱推向貨車。呢個木箱上高係用淺藍色嘅布遮住嘅，個頂嗰度就擺有煮食爐同埋微波爐。警員見到一個教授竟然喺度做咕喱，咁就問個箱入面裝住啲咩呢？張其中就答係啲 O-Cam 嘅嘢，俾啲新生用嘅。警員之後再問佢一啲關於佢老婆嘅嘢嘅時候，張其中就變得好冷漠同埋漠不關心。咁警員就將呢件事記低啦。去到24號，警方知道木箱嘅嘢，咁就再去偉倫堂嗰度再查閉路電視，睇佢點樣搬上。然後佢哋再去16樓，即係張其中嘅宿舍嗰層。喺嗰層嘅走廊嗰度，警方就發現嗰日嘅煮食爐。為咗查清木箱入面究竟係咪陳慧文，佢哋就再打電話俾張其中啦。而張其中嗰陣時就喺黃克競樓嘅辦公室，於是警方就去到辦公室啦。見到警方嚟，張其中就改變佢嘅講法，話當日木箱裝住嘅其實係啲電子器材同埋啲鋁條，係舊生留低嘅，俾而家嘅學生去參加機械人比賽使用嘅。張其中又透露啊，佢話佢係喺8月18號買木板嘅，然後就喺22號朝頭早用木板製成木箱，而運完啲嘢之後，佢就已經將個木箱拆翻啦。跟住佢就 show 咗啲木板俾啲警方睇，話係當日木箱所用嘅。因為張其中一時就話係 O-Cam 用嘅嘢，一時就話係啲電子器材同埋啲鋁條，所以警方嘅懷疑就更加重啦。將呢單 case pass 俾港島總區嘅 O 記跟進。去到25號晚，O 記嘅警長就再同張其中姨仔等等嘅人會面，係咁查問啲詳情。去到26號下晝啊，警長再帶張其中返去住所嗰度查問，問佢點解當初反對姨仔報警求助。張其中就解釋，因為老婆曾經單獨離開屋企去旅行，去咗幾日先返嚟，所以先咁講。但警長唔信，係咁質問張其中：你收埋咗你老婆喺邊啊？聽到呢個問題，張其中就沉默咗10幾秒，隨後反問：點解你懷疑我啊？我冇咁做過。但警長依然唔信，繼續問一啲新嘅發現，例如屋企入面深綠色嘅行李箱點解唔見咗？陳慧文常用嘅藍色膠鞋亦都唔見咗。問張其中喺邊，張其中就好緊張咁話：唔知，冇見過。當晚警長再帶張其中返去港大嘅辦公室嗰度調查，張其中就非常之緊張，話自己冇將個箱搬入去間房，唔使查啦。但係警長一入到去就聞到有異味啦。而呢個時候，張其中個女嘅男友就打電話嚟透露，話張其中喺返港大嘅途中喺家庭嘅群組入面發信息話 I wanna jump， 話想做傻事。
見到警方知道呢個訊息，張其中就變得好激動同埋唔合作，話俾人懷疑，所以想做傻事。喺搞掂咗張其中之後，警方就入去辦公室嗰度搜查啦。佢哋見到有6塊木板、一架帶車輪嘅板車同埋一塊淺藍色嘅布，以為就係當日嘅木箱啦，所以就將佢哋帶走，冇再搜查其他嘅雜物。去到27號，張其中就向偉倫堂嘅所有宿生同埋教職員發電郵，話警方嚟到只係調查佢屋企嘅失蹤人口，叫大家唔使擔心嘅。發現嗰幾塊木板冇料之後，警方就喺28號再去到黃克競樓7樓嘅辦公室嗰度調查啦。而佢哋一上到去7樓，呢門一打開之後，警方就聞到好強烈嘅臭味。出 lift 之後，佢哋就發現成層只係得張其中嘅辦公室係開住門嘅啫。咁佢哋就問張其中點解咁臭嘅？張其中就回應啦，可能係死老鼠啦。警方之後再係咁問張其中，你老婆喺邊？佢係咪仲在生？而張其中就好驚慌，未有直接回應。最終警方喺魚缸下面發現一個白色嘅木箱。呢個時候張其中就講嘢啦，你都揾到個箱咯，咁我唔使講你都知啦。警方就立即拆開個木箱，發現入面藏住一個深綠色嘅行李篋，再開埋個篋就發現陳慧文喺入面。陳慧文嘅情況係咁嘅，佢嘅頸嗰度有2條電線纏住，2條電線嘅尾部都已經打咗結，而陳慧文就已經發脹腐爛，全身只係着住底衫褲。另外木箱入面亦都有啲陳慧文滲出嚟嘅水，非常之臭，故此警方就立即以老謀拘捕張其中。喺檢驗之後，法醫就發現事主嘅心口同埋腹部有一啲擦傷，推測係曾經受壓，而事主嘅體內啲器官就喺度分解緊。事主離世嘅原因就係頸部受壓導致缺氧。2020年11月9號，呢單 case 就喺高等法院嗰度開審，庭上面被告否認老謀嘅控罪，但願意承認老誤，只係控方唔接納，原因就係控方唔爭議張其中患有抑鬱症呢點，只係質疑佢嘅病情係咪去到可以減輕佢罪責嘅程度呢？控方強調冇專家指出被告喺事發嘅時候係失控嘅。控方話被告行事係因為金錢糾紛，佢哋引用之前提到嘅借據同埋嗰3張支票，以及佢哋2公婆嘅長命契，話被告係因為金錢糾紛先至犯罪。控方又形容被告喺電線上面打結，甚至用工具將個結扭得更加實、更加緊嘅做法係冷靜而且有計劃嘅工程實驗。對於呢啲指控，被告就自辯啦，佢講出上述佢同事主嘅情路，話係開心嘅婚姻，只係中間有波折。而喺事發當晚，當個女走咗之後，佢就同老婆返房，各自用手機同埋電腦。而喺瞓之前，佢就為老婆送上橙汁，而老婆飲咗之後就話啲橙汁唔同咗味，話個女買啲橙汁返嚟都係過期變壞嘅，咁就錄音要求個女遲啲去到超市嗰度退貨。被告話聽到之後佢就好嬲，指責老婆，你啱啱先趕走個女，係咪想鬧到佢以後唔返嚟？但事主就反駁話頭先被告冇幫佢手阻止個女，你點做老豆㗎你？2個人嘈下嘈下就嘈到廁所嘅問題啦。老婆就聲言我屋企嘅嘢我唔理㗎啦，我走㗎啦。不過佢就冇走到，繼續喺度鬧，冇我，你邊有咁多間屋啊？只要你靠你揸兜都得啦，走啦你。講完佢就掟咗被告落床啦。被告話呢個係咁多年嚟事主第一次對佢咁做。被告話佢都打算離開間房㗎啦，伸手入去床底嗰度打算拎拖鞋，點知嘅係佢就摸到電線，突然佢個心就喺度諗，你咁多嘢講啦，然後就揸住電線上床。而呢個時候事主就背住佢繼續啦，叫你走啊，翻上嚟做乜啊？被告話佢好嬲，所以佢就用電線行動啦。被告話佢唔知之後發生咗咩事，完全冇印象。佢回復意識之後，事主就已經離世啦，而佢就揸住電線嘅兩邊，而電線亦都已經打咗結。佢話佢好驚，感到無地自容，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咁佢就將事主放入綠色嘅行李篋，擺喺露台嗰度。佢話當時未有計劃，
只係見步行步。去到18號，佢買咗木板，咁就自製個木箱啦，再將個行李篋擺入去，避免有臭味傳出。跟走佢就抌咗老婆嘅鞋同埋護照，製造老婆離家出走嘅假象。去到20號，佢收到個女話報警嘅短信之後，就將個木箱由露台搬到去居住樓層嘅大堂嘅角落。之後就係之前提到嘅經過啦。佢話呢段時間佢好辛苦，因為仔女同埋姨仔都不停想咁揾翻老婆，佢就要扮一齊揾，但就唔識做戲，扮唔到焦急嘅神態。佢亦都知道遲早會俾人發現揭發，只係過得一日得一日。當21號警方去到宿舍調查之後，咁佢就將個木箱搬到去辦公室啦。佢解釋咁做係因為唔想抌咗佢，唔可以抌落海，唔可以抌去垃圾站。去到23號，佢再買咗6塊木板，跟住再 show 俾警方睇，話個木箱已經拆咗啦。去到俾人拉還押期間，佢就話不斷會回想翻件事，喺度諗揾到拖鞋而唔係攞電線，件事就唔會發生。佢承認事發之後講大話係為咗逃避，背棄咗其他人對佢嘅信任，覺得好羞恥。辯方亦都揾咗其他一啲專家證人去證明呢點，例如青山醫院嘅法醫、精神科主管蕭慧敏同埋精神科醫生何美儀，佢哋都話事發嘅時候將其中患有抑鬱症，甚至係嚴重嘅抑鬱症，話會影響佢嘅判斷力同埋自控能力。而臨床心理學家鄭建榮就話，事主對被告嘅長期辱罵已經係中等去到嚴重嘅心理虐待，令到被告發展出求生技能，壓抑情緒。佢話被告喺極度壓力嘅情緒底下會騎劫咗理性，所以唔記得咗事發嘅情況，佢唔覺得驚訝。其他證人例如仔女、姨仔都講出上述嘅情況，亦都形容被告係非常之霸道難頂嘅。亦有一個銀行經理作供證實呢點，佢話事發前幾日，事主同埋佢阿妹就嚟到啦。事主知道開戶有優惠，咁就使開佢阿妹，係咁向經理拗啲着數，拗更多嘅着數，有威脅話唔俾着數佢嘅話，就會去其他分行嗰度開戶，令到佢拎唔到呢張單，所以經理就唯有飛的同佢去到港大嗰度揾佢老公開戶。點知嘅係被告嗰陣時完全唔知情，然後就拒絕咗，所以經理就覺得事主份人唔係太好相處。喺所有人作供完成之後，25至到26號，法官就引導陪審團啦。佢提醒陪審團要根據庭上嘅證供判斷，唔可以受同情心影響。爭議嘅點就係被告係咪被激怒或者精神失常咁先會犯法。法官叫陪審團考慮被告長年累月忍受事主嘅責罵同埋侮辱，要諗咁樣係咪會令佢喺盛怒當中失去控制。法官又叫佢哋考慮被告嘅情緒病係咪基於長期受責罵而產生，以及佢嘅情緒問題嘅嚴重性係咪足以構成重大受損而失去自控。而重大受損係一個普通嘅詞彙，由陪審團根據自己嘅經驗去判斷。不過法官就喺引導嘅時候話要排除心理專家鄭建榮嘅證供，話應該集中考慮精神科醫生嘅意見。去到27號，經過8個鐘嘅商議之後，4男3女嘅陪審團就以5比2嘅大比數裁定被告魯謀罪成。罪成之後，350名嘅朋友、舊生同埋同事都為被告撰寫求情信，讚揚佢，話犯罪嘅行為同佢原本嘅性格唔符合。去到27號，法官就依例判處被告終身監禁。喺判詞上面，法官就話，即使被告係一個關心他人仁慈嘅人，但佢亦都好冷血咁做低咗同佢結婚30年嘅事主。至於被告真正嘅原因係咪真係好似控方所講係因為金錢糾紛，就只有被告本人先知啦。法官話唔理佢嘅行兇原因係點，呢單 case 對被告嚟講，對佢嘅家人嚟講都係悲劇。至於被告收買事主嘅罪行，被告就被判囚28個月，2項罪名同期執行。及後被告不服定罪上訴，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原審嘅法官喺引導陪審團嘅時候就檢察神志失常辯護嘅時候，錯誤咁將臨床心理學家鄭建榮嘅證供排除在外。上訴方認為鄭建榮嘅證供對判斷精神狀態重大受損係至關重要嘅。去到2024年2月2號，上訴庭就裁定被告上訴得直，定罪撤銷。
但就同時駁回咗辯方提出直接撤銷控罪嘅申請，即係話駁回咗直接判被告老吳控罪嘅申請，因為被告嘅財政糾紛同埋處理事主嘅行為，為控方挑戰減責精神辯護提供咗合理嘅基礎。到咗2025年11月4號，被告嘅 case 就再喺高等法院開審，庭上面被告再以減責神志失常承認老吳嘅控罪，今次就獲得控方接納，法官亦都接納被告當時真係患緊抑鬱症，並且認同事件唔符合佢嘅本性，所以就以11年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到被告喺2020年首次審訊嘅時候已經想認罪㗎啦，所以就俾足全數嘅1/3刑期扣減，判佢7年4個月。而被告當時就已經被還押7年零2個月，相等於服刑咗11年嘅刑期。預計佢好快就會獲釋。今集就講到嚟呢度，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評論。對於今集只可以講好無奈、好慨嘆啦，因為人生就成日都遇到啲咁嘅嘢，哪怕你同一啲親人啊、朋友啊或者伴侶啊，一開始嘅時候好美好，但隨住時間越嚟越長，大家經歷咗一啲唔同嘅嘢，或者一啲生理上嘅一啲病變啊，可能腦部病變或者荷爾蒙嘅改變啊，而變到性格唔啱啊、價值觀唔啱啊，慢慢就會有啲摩擦，可能就好似事主對被告咁啦，不斷咁責罵同埋想控制所有嘢，又或者係其他方面，或者可能係有啲人會變得亂嚟啊，中意爛賭啊，中意搞其他嘢啊，又或者有啲人就越嚟越舐啡，越嚟越將啲責任外判。咁如果係朋友嘅話，都個關係都未必可以好大嘅，因為你可以疏遠佢啊嘛。但如果係一啲你難以疏遠嘅人，譬如你一啲好親嘅親人啊，或者一啲伴侶，咁就可能日積月累，最後就變成一啲好難搞嘅問題，甚至變成今集咁嘅悲劇。而呢啲嘢喺當初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係未必預示得到嘅，因為你唔知道大家會經歷咗乜嘢嘅經歷，乜嘢嘅病變，所以呢個就係好無奈、好慨嘆嘅嘢啦。今集亦都講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亦都歡迎大家讚好，甚至 Super Fans， 亦都歡迎大家 follow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拜拜。